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0月6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归回名单 1.0 仆人篇。我们要读以斯拉记2章43到60节。首先我们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现在你们已经从罪中被释放出来，做上帝的奴仆，你们把生命完全奉献给他，所收获的就是永恒的生命。我们看到回应上帝的激动，这一大群的圣民由巴比伦长途跋涉，行走了大约1350多公里的路程返回耶路撒冷所以他们遵从了上帝的呼召，回去要参与建造上帝的圣殿。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面对故乡的土地荒凉，他们的圣所被焚烧，好像成为荒凉的地图，而他们又是力量薄弱的渔民，刚刚从被压制的当中得自由。那么在这种境遇当中他们还能够发出欢乐歌唱的声音吗？在这困境当中，这些不同阶级的百姓，他们能够同心来为上帝的圣殿大发热心来服侍吗？我们要透过今天所读的经文第2章的43到58节里面，有看到2个族群的人，他们都是在圣殿或者是王室当中来担任仆役或是这个仆人虽然他们所做的工作好像是最低阶层的服侍，但是他们愿意参与建造，他们的名字还是被上帝纪念。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对仆人这个字的使用可以有世俗的跟神学上的意义。那这里我们来从神学上的意义来查看看，就是说在旧约里面，仆人这个字表示一种在一个契约中较弱的与较强的一方之间的关系。那当某人被授予仆人的称号，就等于他得到有一些的权利，就是他有权仰赖他的主人的保护还有不变的爱。比如说以色列的列祖，他们被称为仆人，所以摩西他被称为这个名称46次有一些君王，特别是大卫，他也是被称为上帝的仆人先知更是这里我们看到尼提宁族我们来看他是不是犹太人的后代按照尼提宁3个字的意义，其实就是那些被送给别人的。那从名字的意义可以论断他们是别族外族的那尼提宁或者是被称为殿役的这些人，他们代表圣殿侍奉人员最低一等的。那尼提宁可能是源自战犯俘虏，去服侍圣殿侍奉的祭司及利未人。其实在犹太的经典他的墓里面说尼提宁人就是基遍人的后代。我们可以从约书亚记的9章22、23节里面有记载说，因为他们骗约书亚然后立约，所以躲过死亡，后来被咒诅，然后呢在上帝的圣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这是在约书亚记的第9章23节里面有提到。那以斯拉记呢，在第8章的20节也指出，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宁服侍利未人。所以考古发现在迦南及乌格列文献也有这样的一个风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将俘虏战犯征收为奴仆，特别是在神庙当中来服役祭司并且在神庙的宗教生活里面成为一个后来颇有规模的组织
那另外提到所罗门的仆人，他们可能是与尼提人的际遇相似，属于战犯，但是不同之处，他们是在王宫的皇室里面工作，做仆人。那圣经也记载着大卫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之后，将城里的人就是抓来作为奴隶他们就被迫用锯、用铁耙、用铁斧做粗重的工作，或者是在砖窑里面来服役。那所罗门王也如此挑选仆人圣经在列王记上9章21节也记载说，所罗门征召的劳工是迦南人的后代，那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人时没有杀灭的那一些人的后代。那一些人当中有谁啊？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他们的后代到现在仍然做奴隶了。那当所罗巴伯他首批回来的时候，尼提宁人跟所罗门的仆人后代共有392人。那后来以斯拉第二批回来归回的时候，也带了230位尼提宁人回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逐渐与祭司利未人形成在圣殿专职不可缺少的人员之一。那甚至呢，在亚达薛西王里面将他们与祭司和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都一同就是不用瞌睡那后来在被掳的后期，这些所罗门的仆人的后代也甘愿归回来参与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身份不分贵贱，只要自洁也可以蒙到上帝的洁净，可以侍奉上帝。那后来呢，在尼希米的时期尼提宁跟所罗门的仆人也都住在犹大的各个城市，也有自己的管理地业。那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我们可以推论尼提宁族的来历了，是外族人，是畸变人，但是他们已经被免去神公义的审判。虽然他们为奴，但是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救恩。本来他们要死了，但是现在反而在圣殿工作，成为一种拯救。那现在他们已经过了几百年，与耶和华上帝的子民好像成为同伴，他们也同心为上帝的圣殿来发热心因此我们看到这时候他们和被掳的子民由巴比伦来返回耶路撒冷，同享上帝的恩典。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2章也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你们跟基督没有关系，是外人，就好像在说我们不在上帝选民的行列那你们在上帝应许给他子民的约上是没有份的。那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上帝。原来我们是这样的人。那我们从前远离上帝，现在却因为跟耶稣基督结合了，所以借着他的死，他的复活，我们亲近了上帝。我们也从撒旦的手中能够被耶稣基督来赎回所以我们因着受洗就归入在他复活的胜利，成为属耶稣基督的人。那当然呢，我们就要活出美好的见证，不要再继续在罪中。那弟兄姐妹，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但使我们能够归回在上帝的身边，并且我们的身份从一个罪的仆人成为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离开了这个罪仆罪的奴仆的身份，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我呢，生命改变了，身份改变了，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已经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救恩了吗？还是继续在
罪恶的权势底下控制，成为罪的奴仆呢？我们来默想，你有没有想过，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了，你可以或者是你愿意参与在教会的哪一些圣工服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因着你的慈爱与怜悯，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救赎回来，你必须赐下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受呼召来参与教会的一切圣工，不管是哪一个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救赎回来的，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是主的仆人。祈求主圣灵来感动我们，也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在你的圣工里面，而我们名字被天父上帝来纪念哦。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你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